大乡亲啊，打来吼，袂当搁伫咧游览车顶来推销特产咯。交通部观光局按算要来修改规定，若要伫咧游览车顶来贩卖特产，一定要经过旅客的同意。另外有工会来提出，要甲台北、新北甲基隆，这个客停车的起跳价为70块调起到90块。交通部长王国材讲，这是地方政府的职权，交地方政府家己决定。这个慢波鱼哦，就是那个慢波鱼做的。相关住民传统的服装，搁摕华人的名产、趣味的叫卖方式，互乘客笑嗨嗨。不过未来恐惊无法度伫游览车看到这种情形。有一些强迫推销，或是不经过乘客同意就在卖东西哈，对乘客很大的干扰。如果在车上卖东西，要经过乘客的同意哈。观光局拍算要修正旅行业管理规则，禁止旅行社无经过旅客同意卖商品。和旅行业者上倒单的是部分条文开放为旅行业者经营相关的业务。那些网红啊、部落客啊，甚至一般的人都可以这么规划说，那你旅行要干嘛？旅行要我们还要缴税，还要给你规定，还要带团，还要考执照、考证照。这些人是专业，而且那些人不专业，万一旅客出事情，谁来担？那目前只是类似预告的性质。平常时定看到的客停车未来恐惊嘛要起价，交通部目前公布800支客停车禁止起价8年，有工会讲要甲800支客停车基本价对70调到90块。计程车费率是在地方政府的职权啊，哈，这个应该他们会跟台北市交通局来申请哈。那我想这部分就是地方政府关于他的这个职权去处理。针对要起基本价，台北市公运处嘛讲已经和工会有共识，上紧伫今年底就会决定。民众若想要坐客停车，恐惊就要开搁较侪钱。